续来看新北市的万里，某一个庄头有4块地，最近在地人发现有人伫遐放真济这个石头甲动物造型的雕像。3不5时，佫有穿白衫的人到场来举行着神秘的宗教仪式。议员讲，这甲最近网络讨论度真悬的新兴的组织叫做亚特兰提斯帝国有关系。讲伫现场，佫会当看到这个组织的旗啊。目前这个组织并无出面来回应。这看怪草坡放动物造型雕像，佮真济大粒石头，叫庄仔围起来，中国插红手帕包起来树起。这画面，和附近的民众看到，拢感觉真无爽快。那些石头看着就很不舒服，一打开门就会看到那些石头啊。然后有时候还会一堆人在那里，真的是不舒服。然后也会认定说他这个有点像树葬，或是有一些宗教的仪式。路口伫咧落蒙蒙雨，民众看到起价不赔。这是新北市万里区双行里，真侪民众介烦恼，因为家己大所在边啊，为今年9月开始，4片土地小刷风采真侪粒大粒的石头，搁装塔做亲像树桩。去查它的宗教性质，亚特兰提斯去网络查都是负面的，亚特兰提斯都负面的。各有几瓜那边穿成纳美人，整身弄成蓝的，在那边跟大家一起在那边不知道在布道在干嘛，不晓得很奇怪。难免哪一天这里也都变成那个样子。对，议员直接点名最近网络讨论度真悬的新兴组织亚特兰提斯帝国，现场麦当看到组织的旗影扑扑飞，真侪民众质疑两者敢有关系？请问有人在吗？车程无到3分钟，就是组织集会所在，麦当看到小象石头踩伫咧内底。伊个人是要从个沙，从来团体来哦，当然要从个比较个沙。目前农业局是有认定它是有违规使用的部分，那有移请我们地政局依照区域计划法下去做开罚，那最高可以开罚到6万到30万。对这件代志，亚特兰提斯帝国无回应，相关单位会勘了后，确认这个者是农地，若是种花草种果子，就会更规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